另外消息，咱来关心有长照机关打出广告，要找大学生，也是65岁以上的时代去做志工。也若这个做志工的工课内容是拍目触，是要陪时代斗阵拍目触来对抗失智症。消息一出来，随声超过2000人去报名。吃饼了。伫边仔详细看，若是长辈有淡薄仔袂记得安怎出牌，嘛会耐心教导陪伴，气氛真好。伊是陆静文，研发产业管理系大学4年学生囡仔，因为未来想要继续做长照服务，佮因为有服务学习的时数，决定来长照机构担任麻雀志工。哦，好几年没有打了，可能有7、8年没有打。如果他有自己的意见，就让他以他的为主。沟通上还好，就都蛮可爱的。这间伫上山区的长照机构，进前招麻雀志工，希望会当伫每礼拜日下晡2点至3点50分陪长辈耍。条件是65岁以上，也是大学生。本来是希望招3个至5个，无想到报名甲老的人共要超过2000个。这个都是失智的老人嘛，那所以我们希望找一样是65岁，但是他没有失智的问题。我们会找大学生的原因，是因为老人就会觉得，就是玩起来会比较有活力一点。除了拍麻雀，要长辈是耍倒椅来维持脊椎的辨认思考，动手嘛动脑筋。医师表示，长期一个人独居，认知能力、退步的速度会比别人较紧，而所以当透过计算思考、加动脑筋的活动，安尼脑筋较袂退化。失智症的预防或延缓，其中一个就是互动的部分。所以其实像麻将或象棋都是要有伴才能玩的嘛，所以这个是还有一个与人际互动的部分，也可以同步的一起增强。医师嘛建议长者活甲老学甲老，积极学习甲接触新事物，加参加社交活动，除了会较无压力，嘛会当改善像抑郁症也是焦虑症这心理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